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荃灣區旺仔介紹樓盤時間。對上我拍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咧，就係可能講緊係4月份啦，咁啊賣緊荃灣新樓盤迎進嘅之前。咁啊，我先講講5月份嗰個二手同埋一手嘅情況啦，都係荃灣區嘅。咁啊，二手方面咧，上個月我哋荃灣區都做咗150宗成交以上嘅，係唔止嘅。咁啊，初步點算150宗啦。咁啊，荃灣區一手，即係我意思就係迎進呢個新鴻基樓盤咧，就做咗400幾宗嘅。咁啊，普通分層單位咧都賣晒㗎啦。咁啊，而家得返啲地下啊，或者頂樓連天台同埋啲3房招標嘅戶型啦，做緊。咁啊，有啲客戶就話可能覺得個位置地理位置可能就唔係咁啱自己嘅要求。唔緊要，咁啊今日介紹返一個就係荃灣西鐵站附近嘅全城匯。咁啊，全城匯由華懋同埋地鐵發展而成嘅。咁啊，建築咧就係用金門建築嘅，咁啊靚仔啦，咁啊上網可以 check 下嘅，咁啊啲客戶。咁我今日介紹呢個咧就係2房緊廚，實用方面522尺。咁我哋可以立即去睇睇個單位情況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大門522尺嘅大門緊廚房嚟㗎。咁我哋入到嚟呢邊咧就係緊廚。咁啊緊廚有咩好處？咁啊油煙方面唔會影響到客飯廳同埋個房間啦。仲有個好處就明火煮食，中意煎炒煮炸都啱晒你。咁呢個發展商咁啊2個大爐頭，1個小爐頭，多數都係用2個爐頭嘅。咁啊抽油煙機啊、雪櫃啊、洗衣機咧，全部收納晒喺廚房。咁啊用緊發展商嗰啲牌子嘢啦。咁啊呢邊咧可以擺埋個微波爐嘅。咁啊有埋窗，有埋抽氣扇，非常之通爽。客戶中意緊廚，可以諗一諗呢個樓盤嘅。咁啊接住煮完餸，梗係攞出嚟個飯廳啦。飯廳位置4至6人餐台，一定係擺得落㗎啦，綽綽有餘。擺完食完飯，咁啊過返嚟呢邊嘅客廳。咁啊客廳睇電視，咁啊4人 sofa 啦，雖然2房戶型啊，咁我哋可以掛牆式嘅電視，咁啊40至50寸嘅電視都冇問題嘅。好啊，咁我開露台，俾大家感受下個環境。咁啊望出去就荃灣市景，方位向返北，咁啊望返大帽山景觀。對面就荃灣廣場，咁啊可以購物啊過返過對面啦。咁啊仲有個灣景廣場，咁啊 Eon， 咁啊逢星期3特價嘅。好啦，睇完晒外部，咁啊再睇內部啊，睇多3個位置。咁啊第一個位置就係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，俗稱我哋叫行內叫名廁。咁啊通爽啦，因為大部分客戶都中意。緊廚房，廁所有窗，咁啊啱晒客戶噶啦。咁啊客戶，咁我哋如果睇完晒洗手間，就睇下啲房間啊。房間基於佢個窗台非常之細小，所以你細房嘅戶型可以擺到4×6嘅床咧，仲可以擺衣櫃同埋書台咧，係非常罕有啊，係講緊非常之罕有嘅。咁啊，最後一個部分就主人房，業主就擺咗個大衣櫃啦，做咗個床啦，目測應該 Queen size 啊，Queen size 啊即係5×6，3邊落床又係非常之罕有。咁而家你普通呢啲單位咧，去到新樓盤咧，起碼要6、7、8尺先至有機會，或者可能做到3邊落床，仲要擺 Queen size 啊。咁啊業主做咗個 demo 俾你睇睇，呢邊可能做咗個書台啦，隔離床頭櫃啦，咁樣一個高身嘅衣櫃啦。好啦，我今日介紹嘅樓盤咧，暫時係呢一個。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，記得 CLS 我哋，好冇？咁我下期會再同大家推介其他單位嘅。今日暫時推介呢個全城匯2房緊廚名廁。
我電話係61385448，黃仔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